环江旅游码头民俗集市，农家土特产集美食土产、风情于一体。江畔烟火盛宴，广西柳州。广西柳州环江旅游码头民俗集市，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环江滨水大道中段，临近环江旅游码头，是一个集美食、土产与乡村风情于一体的特色集市。摊档村民售卖现做的油堆、竹粉、酸品等地道小吃，以及鲜果、青菜、腐竹、自制酱料等农家土特产。可惜拍摄之时是4月2日星期四下午4时50分左右，大部分摊档还未開始擺檔營業，感受不到江畔煙火的盛宴情況。廣西柳州環江旅遊碼頭民俗集市，坐落在風景如畫嘅環江濱水大道中段，鄰近環江旅遊碼頭，係一個集美食、土產與鄉村風情於一體嘅特色集市。攤檔村民售賣現做嘅油堆、煮粉、酸品等地道小吃，以及鮮果青菜、腐竹、自製醬料等農家土特產。可惜拍攝之時係4月2日星期四下午4點50分左右，大部分攤檔還未開始擺檔營業，感受唔到江畔煙火嘅盛宴情況。
广西柳州环江旅游码头民俗集市，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环江滨水大道中段，临近环江旅游码头，是一个集美食、土产与乡村风情于一体的特色集市。摊档村民售卖现做的油堆、竹粉、酸品等地道小吃，以及鲜果、青菜、腐竹、自制酱料等农家土特产。可惜拍摄之时是4月2日星期四下午4时50分左右，大部分摊档还未開始擺檔營業，感受不到江畔煙火的盛宴情況。廣西柳州環江旅遊碼頭民俗集市，坐落在風景如畫嘅環江濱水大道中段，鄰近環江旅遊碼頭，係一個集美食、土產與鄉村風情於一體嘅特色集市。攤檔村民售賣現做嘅油堆、煮粉、酸品等地道小吃，以及鮮果、青菜、腐竹、自製醬料等農家土特產。可惜拍攝之時係4月2日星期四下午4點50分左右，大部分攤檔還未開始擺檔營業，感受唔到江畔煙火嘅盛宴情況。什么菜呀？
環江旅遊碼頭民族集市，農家土特產，集美食土產，風情於一體，江畔煙火盛宴，廣西柳州。